骰寶有時都會被稱為私煲，係一種中國古代嘅骰仔遊戲。遊戲中會用3粒骰仔，玩家會對搖骰嘅結果落注。遊戲開始之前，你需要知道嘅係玩骰寶並唔需要任何技巧，佢係一個純機率嘅遊戲，玩法亦好簡單。最重要嘅就係要知道點樣睇得明骰寶嘅遊戲台。一開頭睇落可能覺得有啲複雜，但其實並唔係咁難嘅。台上展示嘅落注選項就係每次搖骰可能會出現嘅所有結果，仲會展示對應嘅派彩賠率，亦即係每次玩家勝出嘅時候，派彩所根據嘅比率。落好所有注之後，3粒骰仔就會開始搖動。骰寶一般會由電子骰盅嚟搖骰，由莊家負責操作。由於每一輪嘅搖骰結果都係隨機，所以骰寶台上嘅任何點數組合都係有可能出現嘅。亦即係話想贏係唔需要策略同技巧㗎，因為係完全取決於骰仔。而家就嚟睇下唔同嘅落注方式啦。你可以選擇壓注喺單骰、雙骰或者所有3粒骰可能搖出嘅點數上面，亦或壓注喺所有3粒骰加埋嘅總點數上面。每個落注嘅方式都會展示喺骰寶嘅遊戲台上面，而且按照結果出現嘅可能性分成唔同區域。就好似呢度，任何一粒骰仔上出現任何一個點數嘅賠率都係1賠1。如果你有咩疑問，都可以隨時向莊家提出嘅。由最底開始計起嘅第一行就係單骰點數嘅落注選項，呢啲都係下一輪有可能喺3粒骰入面任何一粒會出現嘅某個點數。如果你將5蚊放喺2點嗰度，只要有任何一粒骰搖出2點，你就可以贏到5蚊啦。如果同一個點數出現喺2粒骰上面，你就可以贏到雙倍獎金。如果同一個點數出現喺所有3粒骰上面，你嘅派彩賠率就會係1賠3。換言之，派彩賠率越高，點數組合出現嘅機率就越低。台上呢個區域就係用嚟壓注數字組合嘅，你可以壓注喺3粒骰入面可能搖出嘅2個特定點數，而呢度就係用嚟壓注3粒骰嘅點數總和。玩家可以對骰仔嘅點數總和落注，例如搖出3個5就即係15咯。喺上面呢度就係特定雙骰嘅落注區域，即係你揀嘅點數要出現喺3粒骰仔嘅其中2粒嗰度。你亦都可以選擇壓注為骰，即係所有3粒骰出現同一個特定點數，甚至乎你可以選擇壓注全圍，即係如果3粒骰都搖出同一個任意點數，你就會贏。但你要記住，骰仔搖出嚟嘅點數必須同你壓注嘅點數組合相同先叫贏。如果你壓注嘅係雙骰，結果出現圍骰或者全圍，咁你就會輸啦。而左右呢2個角嘅落注區域就係用嚟壓注所有3粒骰嘅點數總和。玩家對下一輪搖骰嘅總點數壓注嘅時候，可以揀壓喺4至10之間，即係細，或者11至17之間，亦即係大。大細落注嘅派彩賠率都係1賠1，因為搖到細同大嘅機率都係一樣。冇一次落注係一定贏嘅，所以玩骰寶嘅時候一定要謹守預算，冇人可以預測到壓咩點數先可以贏。最後要講嘅就係電子顯示板，佢係用嚟顯示最近幾輪嘅遊戲結果，但係要記住每輪骰仔搖出嘅結果都係完全隨機嘅，同上一輪嘅結果完全無關，所以電子顯示板係唔可以預測未來結果嘅。骰寶嘅玩法就介紹到呢度啦，你準備好盡情去玩未呢？但記得要明智投注啊！